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，敬請留意。歡迎收睇 ATV 焦點。今日嘅話題係黎智英棄台返港，香港勢添新亂局。黎智英將旗下嘅台灣一傳媒，包括蘋果日報、一週刊、爽報同埋一電視打包，以超過46億港元嘅高價賣俾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等買家，並聲稱從此退出台灣媒體市場，黯然返回香港。黎智英係一名眼中只係有金錢，心中沒有人性嘅商人，為咗金錢而出賣家當，當然係十分順理成章。但係如果佢喺台灣嘅傳媒事業睇好，難道佢就冇將事業繼續經營落去，以賺取更多金錢嘅長遠眼光？喺台灣開疆拓土，只係有10年多一點嘅時間，點解要匆匆撤走呢？顯然佢對自己喺台灣嘅前景係睇衰嘅。又或者為咗保住佢喺香港嘅大本營，而不得不放棄喺台灣嘅事業，又或者兩者兼然有之。黎智英台灣事業嘅半途而廢，最主要嘅原因大概係電視台辦得唔順心，燒掉咗巨額金錢，卻遲遲不能上架，甚至已經拖累咗香港母公司出現虧蝕。而佢嘅電視之路之所以坎坷，最大嘅障礙係台灣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一直冇俾佢發出牌照。黎智英原本以為只要打住反共、反政府嘅旗號，就可以喺台灣橫行無忌，但係佢冇諗到，即使喺台灣呢個據說已經民主化嘅小島上面，亦都有俾佢栽跟斗嘅地方。佢為台灣引入咗諸如狗仔隊、氈式聲、肢體裸體等嚴重危害社會嘅傳媒文化，顛覆咗當地嘅新聞傳播倫理。佢亂台10年，惹嚟民眾反感，同行側目。台灣方面自然對佢有所猜忌，知道如果俾佢坐大，本來族群分裂就十分嚴重嘅台灣社會將會亂上加亂。同行同佢合作亦都非常小心謹慎，輕易唔肯同佢搭同一條船。呢啲先係逼到佢電視之夢破滅，唯有退出台灣。有遠大抱負嘅文人、報人，最有可能辦成一份出色嘅報紙；有良心嘅商人，亦都可以辦成一張好嘅報紙。但係一名冇品嘅商人，就必定辦不成一張好嘅報紙。而家黎智英退出台灣，撤回香港，必然會變本加厲，將佢嘅嗰一套只要做什麼能賺錢，我就做什麼嘅反人性、反道德營商哲學發揮到淋漓盡致。香港市民同埋傳媒界要小心啦！我哋睇嚟應該要為自己嘅孩子早早打定預防針，使佢哋恕己免受黎智英旗下嘅傳媒荼毒。